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些，下个世界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我会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呢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大家了下天寒望太公，我就来了下做些咧。快了下9点，5:43分。你了下来到行政院嘅门口，了片面係台山線老台九線嘅起點，大家都會看了牌哦。台山線老台九線嘅0公里嘅位數，你就了片哦。你以下會從了片出發，往台九線嘅方向去到2大嘅片去，停喺向下落去。哦，你了来到南澳渔港，刚才看街路上全部无人，但係呢片洞都查的，一定會發生大事情。先去過去看一下。姐姐，你们是在地人吗？对，在地人。啊，你们钱帽拿起来的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会冷啊，下雨天。对哎呀，你们是客家人吗？不是，不是客家人。妈妈是客家人。啊，你们现在来这边是在要买鱼，可以教我怎么买鱼吗？就看你什么，喜欢什么就去拿。好，大家来这里都选什么？黄带鱼最多。啊，你可以帮我选一条吗？因为要这样的还是这样的？啊，因为我看现在现场很多人要先从东东眼的店啊，讲一下线不到，抢不到这样子，就这样。矮迪的啦，矮一下就看该用给阿记线嘛该用就线嘛该用，嘛。啊，泰国你喺行嘅嘛？系啊，按都按你买了你要线，系买人，买了买唔？你喺哪位年？买随便年啊？我不用哦，要到年，所以退休嘅来家工种啦，种就出。退休嚟休散嚟，年啦，你帶都錯嘅啦。這樣帶。哦，跟捱退休嚟咪嚟呢帶。啊，你下尾嚟先嘅，按部條會做唔同啊。係啊，做唔同係。啊，捱咗嚟犧牲嘛？可以啊，真係㗎係。歡迎。啊，好啊，捱一下，你一下整嘢嚟去哦。好。哦，順嚟，順嚟係，這邊有紅柑、紅柑，就當時是。來了，小心大哥，小心哦。來咯。白帶魚。看到了白帶魚，先選一個白帶魚。愛不？要，姐姐你都沒有幫我搶。搶了！這個是什麼？北鍋。哇，大家看得到哦，呢片真嘅。一下邊按多年，入邊落水啊！大家都控制查檔，剛冇看到這個按多年。嘿，昂缸可以吃生魚片，比較大隻昂缸可以吃生魚片。哇！也都是2條拉嘛。啊，兩大按太條。也是昂柑啦。9啥身？14冇問題。我第一擺按做就來到了南澳漁港，應該講我第一擺來南澳漁港。根本有參與到一線嘅歌場，本來就冇看到人咧，看到一下就唔算係時間就等到人，咁講來講去，看大家用該來位啊，去磅秤那邊的那個 SOP 過程，喺體擺看到啦，嗰個懂貼片，手足無措的感覺，也蠻有趣的。哇！大家看，你家啲漁港嗰片做到嘅。風乾還有個拍膜，你下已經變到唔同老沙西米，係用剪的哦。啊，但係你下啲食以前，除了長泰國以外，還有一個泰國。長泰國做你老你小記一下，韓國大有來頭哦。咱介紹下沙記傳那個太師傅，做啲車先生嘅種公子。啊，跟你食懂多年的哈，跟滷水講肚多嘅你咩食啊？大部分是啦。冇你吃家來食好冇？摸嘅都係蠻特別嘅。要摸要玩的。我想都是一樣，我想去食的。做按胎門，我想去食的。
先说沙西米，沙西米好啦。我要试下你服务一下。哦，还爱美你，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款哦。来手机请好，请我做。哦，懂晕哈。产地及餐桌，餐桌及产地的概念，其实对于碳排放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保政策，我们也可以做到尽到一份心力。不错，你海摆落嘅时间，要做的用爱用嘅丰盛，买在地的鱼，不一定要到远洋那边的鱼才是最好的。对，我们自己这边就可以吃到东西嘅鱼。我朋友嘿期待街路方嘅顺条，加木下买蛋饼咧。佢提讲我行台九线来了南澳，古数记小计我一天会来了田小强。田小强后背还有一个苏花古道，所以我行嘅台九线嘅阿泰啦，应该咁讲。难得来了南澳，我一天会行了古土，无我本人小讲我无正经去搞，一下就会来去了古道去聊聊看看。这边就是入口。苏花古道、苏花古土，头摆人无掠下个大马高路嘛，头摆人就去掠苏花古道，就爱用开单开掠片有众多樟树吼，有菊脑啊，还有开酒啊，还有嘛个生活用品就全部去掠片过，一下你就来上去看一下。Go go go，follow me，follow me， 哇，其实你也动家呢，你也全部往内路哦。头前有许多渔港，挖到南澳渔港那片全部就会海，其實咩有山愛開，啊你啊山，咩唔點會去闖，啊古時候我想講慢慢的行好咧，冇一下會很喘。哇，有一滴滴的落水啦，不過還冇乜個相關，大家看一下，啊你啊個房間，咩強用動到你啊種。熱土，做any行人做板貼你下背嗰種熱土，也未啊，動家可以，我覺得可以。有兩機會來做了主持人，係我一個新嘅體驗。我頭擺冇做過呢種工作，我頭擺就去廟方做總幹事，還有沙基地部做。服務嘅事情咧，其實算起來，你主持人咩係個服務業啦。咁大家看電視就看得到，那邊嘅風景又蠻遠，希望大家會中意。哇，這個山看起來是沒有盡頭的呢。哎呦，太寬了，要丟牌，注意毒蛇毒蜂。找一支樹枝來當我的拐杖好了，但是我又很怕有毒蛇。工作最怕就是遇到毒蛇，找到一个很像八公的拐杖，好，防御加5，智力扣10。太家团款爱叫啥？答案揭晓，25岁。哎，这不知道什么果实，很有趣，会不会有毒？不要碰好了。哎，爱用曾经有冲八公诶，冇冲八公，要冲阿八公。铁山楼照相局动枪，就有一个七家老七家讲法嘅感觉，嗰种乡书嗰种故事嘅感觉，啊流汗、运动对身体美好。大家看下嘅海，一双南海踏上几条往来路。那个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休息，那我就真的休息了。特別有土嘅客家嘅樹嘛，講到嘅客家就同到老山有關係，但係嗰種台淡嘅感覺係用慢嘅，還有老山嘅關係同密切係用慢密切啊。就變講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啊，宜蘭那片有山又有海，又有智者又有仁者，忍者 Ninja Japan's Ninja。好，主持人可以开始了。他说我可以开始了，那我就出发了。哇，感觉雨越来越大。哦，哇，真的有蜜蜂，完蛋了！哇，真的有蜜蜂！哇，
我要跑了，我要跑，不行，有蜜蜂。啊！有蜜蜂跟着我，我躲一下。碰风啊，这没有眼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它一直在我头上。这里，看到吗？碰风。有没有？啊！要付过路费吗 ？Hello， 大哥，我过了。有一个经验会做的老太太分享，不要管它就好了。它来靠近你，好像要叮你，但係假使你冇去停通佢，佢咪唔會讓你埋你。知道我個係行去夾夾，飲一扎，我個薯條做怪棍，望一下堵到龍啊、龍啊，然後用蠻處理。天暗無水暗胎，阿爸迄種做馬個還冇過來。開嘅時你沖油呢？一卜啊，用加油，嗡一聲嗰種，有冇？睇佢有糖到嘛？哇，很威哦！這片山檔很長嘅都開咗上面。好，睇下看了個甜食啊，其實落水落到動態，睇下看一下你個工作人員，唱歌夾個海面全部會奶的，大家來這邊聽到海聲。也算值得了啦，我们往下走了 ，OK？ 往下走其实才是更艰难的挑战，真的。好，你了下落咧，你当尾有通到火嘅上太平洋嘅上沿，但係因为水实在落冲太咧，你根本就多两片，故所以你就挑战失败，但係希望下一擺還有機會嘅話，你做得過來挑戰一擺。大家有了解冇看到無？啊，下禮拜啊，兔太家去了退九線蘇花公路，哦，有一點會先提醒大家，注意哦，就會注意安全，哦，硬就會有注意安全，你阿張做嚟抽屜兩片，老太家講法，哦，媽祖保佑，媽祖保佑。呢團節目到吹梅啊，有一些些嘅心得會留觀眾朋友分享。大家記得我去南澳唔講嘅順條傳統嘅片式飲料梨，台灣了海巡就有當多好食嘅飲料梨，哦，唔是出國，去台灣就是嚟到嘅，唔單止係減少碳排放量，還環保啦。最重要嘅係家私下公鋪，鼓勵大家你下出國唔得嘛，但係做嚟去南澳是唔嘅，還有大家記得冇？蘇花古土，大家天然嘅腳鋪向下落去山檔、鐵山、老山巴。最重要的是吸收大自然的芬多精。好，大家繼續收看，好，下一拜見，拜拜。